多謝主席。主席，呢個為殘疾人士提供交通優惠嘅議題呢，正如好多同事講，已經傾咗9年。其實我哋睇到呢，無論喺社會上面，喺我哋呢個議會上面呢，其實都已經有咗一個好清楚嘅共識。但係呢個問題呢，依然都仲係喺一個未解決嘅階段。我哋睇到咧，即係政府喺過去嘅一段時間裏面咧，佢有啲嘅回應。不過咧，我自己覺得咧，呢個回應咧，其實係即係捉錯咗用神。政府喺08年嘅7月咧，推出咗一個即係每個月200蚊嘅交通補助，一心咧就希望可以解決而家呢個問題。但係咧，我哋睇到咧，其實即係政府而家所謂嘅補助金咧，只不過係每個月咧係發放一個定額嘅津貼，但係我哋睇到咧，殘疾人士要求嘅咧係每一次佢哋搭呢個交通工具嘅時候咧，都可以享有係半價甚至乎係全費嘅優惠。咁所以你睇到咧，其實大家嘅觀點咧係唔同嘅。政府亦都未能夠咧係將佢嘅政策咧係滿足即係社會大眾同埋殘疾人士嘅需要。